谈艺术的窗口，评弹知音的朋友，我是黄磊，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邢燕之是评弹界的一位难得的人才，那很多书迷朋友都痴迷于他的艺术才华。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，艺术领域中涌现的出色人才都来之不易。同样，邢燕之的成果也包含着他无数的艰辛和努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隆重推出最新制作的邢燕之演唱集锦。我想当您看了之后，更会珍惜艺术的可贵。邢燕之出身于评弹世家，自幼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。他聪颖好学，博采众长，经过长期的刻苦实践，终使自己的演唱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在评弹艺术的百花园中自成一格，独领风骚。评弹专辑著名弹词表演艺术家邢燕之演唱精品，展现他多姿多彩的唱腔艺术风采。三笑赌穷中的一段渔调唱腔，是邢燕之早期认真务实打下基本功的一个逗号。通过她细腻委婉的声腔，唱出了书中贫困女性朴实无华的真实情感。真呀！传统流派唱腔齐调和渔调是比较相近的两种唱腔，以抒发缠绵悱恻、哀伤忧愁的伤感情绪。邢燕之也擅长弹唱这两种唱腔，在长篇弹词《杨乃武》的长期演唱中，从不自觉到下意识地将这两种唱腔有机地糅合在一起，运用难度较高的演唱技巧，快慢徐急、抑扬顿挫、明暗强弱、高昂低沉，成功地将女主人公小白菜那种悲愤、冤屈、悔恨、羞惭和绝望等复杂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恩是恩来，情是情，就是长篇弹词《杨乃武》中一段代表性唱段。
通过音乐形象来塑造人物形象，席燕之在演唱艺术中紧紧把握这一点。弹词开篇，林黛玉就是邢燕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实例。其中无论是描景或铺垫，还是叙述和评说，都紧紧围绕着人物特点展开音乐形象。这种以塑造人物音乐形象的演唱，既深化了作品主题，又突出了人物形象，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。
常言道一海无涯，邢燕之也并没有满足自己在其余调上所取得的成绩。在中篇弹词《鸳鸯抗婚》中，为了表达书中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思想情绪，邢燕之认真学唱了与其余调风格迥然不同的王乐乡调，一气呵成，如泣如诉，感人肺腑。什么
遨游艺海，方能博采众长。席燕之认真揣摩各种流派唱腔，且并不满足于形似，而是把握它的神韵，结合自己对人物情感的理解，充分饱满地进行演绎和抒发。虽然是学唱，却能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感觉。他演唱的《秦汉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似与郎君分别，无人来梨花浓，樱花开。
邢燕之的演唱特点是音随情回，一切从人物的性格和人物情感出发，极大丰富了评弹界一曲百唱的内涵。此外，他的唱腔设计还能跟演唱书目的特点紧密结合。例如，他在演唱《长生殿》中杨贵妃时，为吻合杨派艺术的特色，运用杨派余调来设计杨贵妃魂断马鬼坡的唱腔，再现了杨派艺术的风采，充分体现了邢燕之对艺术的执着追求。陛下，神妾有事，呀，神妾有事。君能
碰到皇帝后边是金好，今天节目就到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